爱人长聚，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大家好，我是海外粤剧联盟王牌花旦乌素菲，我在美国洛杉矶，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海内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粤剧演员赵志刚。嗨，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陈实，非常高兴通过网络我们又见面了。美国海外粤剧联盟由粤剧宗师王文娟入室弟子乌素菲，著名低音提琴演奏家李英发起创立，有一群活跃在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原专业演员及资深票友组成，志在传承经典戏曲，弘扬国粹艺术，特别是近年来东西两岸的粤剧交流已经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也使得在海外的各位观众对粤剧、对戏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熟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美国海外粤剧联盟演员们与美国中华国乐团联袂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